各位觀眾，你哋好，歡迎收睇緊貼體壇脈搏嘅競健群英。今集嘅內容有甲組足球聯賽、壁球排名賽、小型賽車錦標賽。除此之外，仲有曲棍球聯賽、手球聯賽、羽毛球公開賽、婦女體育嘉年華等等。先同大家關注下甲組足球聯賽啦。啱啱過去嘅週末喺蓮峰球場進行咗4場嘅賽事，全部都分出勝負㗎。其中千葉5-2大勝清風，世界積分榜第3喎。係啊，而衛冕嘅奧科精英今輪對住賓菲加，迎嚟一場大勝，憑住羅偉豪大演帽子戲法，加上朗奴、域陀等球員建功，最終贏7-0，落後榜首嘅少將3分排次席。甲組足球聯賽進行到第6輪，黑衫嘅奧科精英對住賓菲加。開季表現相對較好嘅係奧科精英，賽前錄得4勝1負㗎，只係輸過俾少將。開賽早段奧科精英嘅攻勢傳去前面想揾威廉，俾賓菲加嘅摩蘭奴接到個波啊，但係摩蘭奴就太大意啦，後面仲有羅偉豪跟門輕鬆射入。開波只11分鐘，羅偉豪把握到對方嘅失誤啊，為奧科精英打開紀錄。上一季效力澳門大學嘅羅偉豪有入選到聯賽最佳11人陣容㗎，今季就轉投奧科精英。10分鐘之後，威廉左路傳中，羅偉豪凌空一射，個波彈咗入網。奧科精英攞到非常之唔錯嘅開局啊，憑住羅偉豪個人梅開二度，領先2-0。賓菲加今季嘅成績就有啲飄忽，賽前取得2勝1和2負，上一輪同千葉賽成2-2。稍後奧科精英嘅阿拉奧祖出其不意喺半場就起腳，門柱救咗賓菲加一命。如果呢一球入到就真係厲害啦，咁遠距離嘅射門啊！處於劣勢嘅賓菲加稍後有個罰球，菲拉比斬入禁區，大衛頂到㗎，不過就高出好多，威脅唔大。呢日喺蓮峰球場都有唔少觀眾嚟睇波㗎。賓菲加嘅梁浩然咁樣傳俾隊友，出事啦，失咗個球權。羅偉豪亦都唔貪功啊，傳過嚟呢邊嘅艾迪華道射入。奧科精英半場手握3球優勢。落後嘅賓菲加其實都唔係完全捱打，都有破門機會㗎，不過就爭緊啲把握力。換邊之後，艾美達喺對手力逼之下起唔到腳。排榜首嘅少將今輪嘅比賽早前已經進行，以12-0大炒升班馬炮兵。奧科精英都要全力爭勝追趕榜首嘅少將。羅偉豪又有啦，下半場5分鐘，羅偉豪大演帽子戲法，賽後被官方評為今場嘅最佳球員。奧科精英冇放軟手腳㗎，繼續尋求入波。呢一次輪到威廉喺左路發板，隊長域陀後上一腳勁射，改寫比數為5-0。賓菲加都冇放棄㗎，希望能夠破蛋。卡比路右路傳中，艾美達一頂唔中籠。相比較之下啦，奧科精英今場嘅把握機會能力確實更勝一籌啊！呢一邊阿拉奧祖射出一球靚波，畫出一條美妙嘅弧線彎入網啊！兵敗如山倒嘅賓菲加，完場前14分鐘再度失手，朗奴都收穫一個入波，結果奧科精英大勝7-0，攞到5連勝㗎。賓菲加就連續2輪不勝。接住同大家睇下白衫嘅千葉對住清風。開賽初段攻勢較多嘅清風啊，朗尼利試射一腳唔中目標。清風過去2輪分別擊敗咗宇宙之星同埋嘉華，歐志健嘅遠射高出。千葉之後亦都逐漸站穩陣腳，搏到一個位置唔錯嘅罰球。高美斯一射，上檔至精彩。29分鐘，千葉先開紀錄。高美斯以往都有效力過清風㗎，攻破舊東家嘅大門。千葉上一輪同賓菲加賽和2-2，3連勝被終止。今仗就力爭重回勝軌，馬夫斯插水式一頂，為球隊擴大優勢。呢位外援表現非常之活躍啊！稍後接應張家朗嘅傳送撞入，協助千葉領先到3-0。落後嘅清風喺完半場前獲得一個罰球，由拜恩艾利處理，為球隊追翻一球翻入更衣室。重燃希望嘅清風下半場繼續反撲，連斯接應傳中一頂，換邊後8分鐘，清風追成2-3。呢一股反撲嘅氣勢都相當之凌厲啊！隨後又有機會，歐志健右路傳中，但係朗尼利嚟遲咗少少啊，未能夠將個波撞入網。清風壓上進攻嘅同時後防都出現咗啲漏洞。下半場16分鐘，千葉憑住費利拿突破防線射入㗎，重新拉開比數。加上馬夫斯喺6分鐘之後再建一功，完成帽子戲法，
幫助千葉拉開到5-2㗎。咁清風嘅拜恩艾利送個直線俾到連斯，直接面對門將㗎啦，一級咁推多一下再起腳，不過就炒高咗啊！咁清風喺剩低嘅時間仲有攻勢，但係都過唔到門將沙迪。最終千葉贏5-2，近5輪取得4勝1和嘅佳績。呢一場係白衫嘅嘉華對住升班馬宇宙之星。咁上半場雙方互有攻守，洪柱勇喺峨眉月起腳，個波被林澤峰沒收。呢一邊歐陽耀衝左腳一射，被卡斯特羅單手撲出入。嘉華嘅角球攻勢，隊長何嘉誠頂到，但係就中柱。半場兩隊互無紀錄。嘉華開季取得3連勝，一度佔據榜首嘅位置㗎。不過近2輪先後輸咗俾賓菲加同埋清風，遭遇2連敗，急需勝仗嚟到止退。換邊後9分鐘，何嘉誠呢下就有啦，射入精彩嘅一球，為嘉華取得領先。宇宙之星上一輪擊敗澳門大學，終止3連敗。咁今場落後1球之下啦，其實都有機會攀平啊，只係外援爺爺把握唔到呢一次單刀，被卡斯特羅化解。結果嘉華小勝1-0，攞到今季第4場勝仗。跟住嚟睇下淺藍衫嘅恒勢對住澳門大學，兩支下游球隊嘅對碰。咁開波唔夠1分鐘，外援奧斯為恒勢開紀錄㗎。咁恒勢今季仲未打開勝利之門。稍後曉高接應傳送突破入禁區射入，恒勢領先2-0。落後嘅澳門大學16分鐘有潘思傑破門啦，咁半場落後1-2。不過換邊之後都係抵擋唔住恒勢嘅進攻，曉高接應傳中頭槌頂入，個人連中2元噏，拉開到3-1。澳門大學上一季聯賽攞到第3名。不過今季有眾多球員離隊，包括羅偉豪、李正林、施浩然、楊力恒等等都離開咗球隊㗎。咁因此今季成績大幅下滑，賽前5戰全敗。隨後謝佳欣為球隊搏到12碼，徐欽文操刀射入，咁追成2-3重振旗鼓。但係僅5分鐘之後又再失手。恒勢嘅奧斯同隊友曉高一樣啊，個人今場攻入2球。最終協助恒勢贏4-2，收穫今季首勝。嚟睇下積分榜嘅情況啦。少將開季6戰全勝，積18分，繼續排榜首。澳科精英落後3分，排次席。千葉錄得4勝1和1負，落後少將5分，暫列第3。嘉華就重回正軌，有12分㗎，排喺第4。今輪輸波嘅清風位列第5。昔日嘅冠軍賓菲加慘敗俾澳科精英，咁暫時積7分，排第6。兩支升班馬宇宙之星同埋炮兵分別排第7同埋第9。贏波嘅恒勢排第8，而6戰全敗嘅澳門大學繼續包尾。因為國際比賽日嘅關係啦，甲組足球聯賽會休戰1個星期㗎。澳門代表隊喺今個星期會前往非洲盧旺達嘅首都基加利出戰國際足協系列賽，亦都係首次參加呢項賽事。同組嘅對手包括有非洲嘅坦桑尼亞、美洲國家阿魯巴同埋歐洲嘅列支敦士登。咁喺3月26號，代表隊會迎戰阿魯巴。咁3日之後進行第2場比賽啦，對手待定，要視乎第1場嘅賽果。本年度首場壁球排名賽圓滿結束，其中女子組決賽，大師姐廖桂芝直落3局擊敗曹子欣，攞到冠軍。而亞續進行嘅男子組冠軍戰啦，李嘉熙就要局數3-1擊敗梁敬賢，繼19歲以下組別奪冠之後啦，再次喺男子組封王啊！年度首場壁球排名賽咁喺路氹保齡球中心壁球館舉行㗎。咁賽事啦分2個星期進行。咁首週啦先進行青少年組別嘅賽事，咁成人組嘅比賽啦喺緊接1個星期進行。咁焦點嘅啦就係男子組嘅比賽啊，一共咧有30名球手角逐，以頭號種子身份出戰。深藍衫嘅李嘉熙咁先後啦淘汰畢浩、蔣雲星、胡卓堯，嚟到決賽啦就對住梁敬賢啦。咁喺開賽之後啦，佢哋2個好快入局啊！咁梁敬賢加速呢一板啊打得比較低啊，咁雙方喺初段嘅比分啊都咬得比較緊㗎。李嘉熙企穩陣腳之後喺尾段啊接連得分，梁敬賢打失，李嘉熙首局先贏11-6。咁雙方啦同時都有出戰青少年組男子19歲以下組別嘅賽事㗎，咁曾經交過手㗎啦，咁當時呢就由李嘉熙獲勝，咁最後啦仲贏得呢一個組別嘅冠軍啦。咁喺緊接一局，佢哋2個啦展開拉鋸，梁敬賢啦為對方帶嚟唔少壓力㗎。咁喺呢一局1度領先啊，不過啦就冇把握住呢一個機會啊。
落後嘅李嘉熙啦，唔心急啊，沉着應戰，慢慢收窄差距啊，更加啦逼到同對方打刁時。而梁敬賢喺尾段呢，亦都有出現唔少失誤㗎。呢一球打落底板啊，李嘉熙刁時險勝13-11。咁決賽就係打5局3勝制㗎。咁大分落後0-2嘅梁敬賢放手一搏啦。咁佢喺去年年尾啊出戰喺香港舉行嘅國際青少年壁球公開賽，喺男子 U19組別啦收穫唔錯嘅成績㗎，名列第8。咁第3局啦搶翻主導，以11-6追翻一局。咁嚟到第4局啦，雙方就陷入拉鋸啊！咁除咗體力之外咧，耐性咧都係致勝嘅關鍵啊！雙方啦喺互有領先之下啦，將比賽拖入到刁時。咁李嘉熙今場啦喺關鍵分上面啦做得更加好啊！咁成功啦捉住比賽嘅節奏啊！咁隨住咧梁敬賢再一次出現失誤啊，李嘉熙刁時12-10再贏一局，局數3-1擊敗對手。咁繼19歲以下組別奪冠之後啦，再喺男子組封王。好有成就感啦，因為雙冠軍啊嘛，但係即係要改善嘅地方都好多咯，即係之後都會努力啲去即係改善自己嘅缺點，都有等自己變得強少少去應對出面嗰啲敵人。咁而喺女子組嘅決賽啦，咁淺藍衫大師姐廖桂芝咁對頭號種子嘅曹子欣。咁曹子欣啦喺女子 U19組別啦已經贏得冠軍㗎啦。咁今場入局較快啊，一度領先啊8-4㗎。不過廖桂芝喺快速調整之下啦，頂住壓力，咁成功啦逼到同對手打刁時啊。咁喺連攞2分之下啦，首局先贏12-10。咁喺上一季啦，自下半年開始啦，咁一直啦受到新傷舊患困擾嘅廖桂芝，咁曾經啊處於低潮期㗎。今年啊正值係亞運年啊，咁但係師姐廖桂芝喺年初啦收到消息話啦有機會可以出戰亞運團體賽之後啦，亦都希望啦自己能夠為團隊啦出一分力㗎。咁喺年初開始啦，佢不斷提升狀態，咁克服傷患。咁喺今個賽事啦，亦都正可以檢視佢訓練嘅成果啊。咁喺緊接嘅2局啦，廖桂芝都打得相對輕鬆，咁最終就係連贏11-1同埋11-6。直落3局擊敗曹子欣，攞到今年首個賽事嘅冠軍，為佢啦喺嚟緊嘅比賽亦都增加咗唔少嘅信心。上年嘅下半年啦嘅好多受傷，係啊，令到真係我諗究竟仲打唔打到落去咧？其實都一直自己問自己呢個問題，但係都見到自己都原來都仲得嘅，咁都係啊，冇錯，俾到強心針自己啦。咁就其實3月呢方面其實喺體能嗰度，其實同體能教練嗰度調整咗好多喺爆發力嗰度啦。咁所以其實今場比賽可以用得翻出嚟，咁都對自己多啲信心咯。都要嚟緊，可能係喺5月嘅東亞賽又好，測試賽去名古屋都好，或者再其他職業賽啦。咁其實都俾到好大信心我咯。咁首場排名賽各組別嘅冠軍啦，全部決出啦。咁第2場排名賽啦，將會喺6月舉行。小型賽車錦標賽焦點嘅 K-Set 組完成第4場賽事啦。本澳車手蔣文熙喺決賽第2位起步，最終攞到冠軍，連續4場贏得錦標。咁至於澳門女將劉思聯都有出戰 K-Set 組㗎，收穫第2名。呢位16歲嘅車手同時參加成人組嘅賽事，並且順利攞到冠軍。咁先嚟關注下 K-Set 組嘅賽事啊，嚟到第4場嘅比賽㗎啦。咁同樣啦，都係分成咗準決賽同埋決賽啊。咁第3場嘅賽事啦，因為受到天雨影響，咁當時啦決賽嘅比賽要中斷。而呢一日嘅比賽啦，咁賽前都有啲雨㗎，場地有啲嘅濕滑。13位車手參加會鬥17圈。咁排頭位出發係羅俊傑，而賽前喺車手榜領先本澳車手蔣文熙就喺第2位出發。咁蔣文熙連續6場啦，都以首名衝線㗎啦。咁但呢一日嘅賽事準決賽嘅冠軍由羅俊傑贏到啊！羅俊傑啦就喺今屆嘅第1場嘅賽事咧就冇參賽㗎，所以喺車手榜上面啦都落後唔少積分啊！咁見到羅俊傑啦仍然都係領先住啊！咁蔣文熙咧就緊隨住其後。咁今場嘅賽事啦仲有另一個嘅看點啊！咁曾經多次喺本地同埋國際嘅小型賽車錦標賽裏面攞到 K-Set 組冠軍嘅澳門車手張志豪啦。咁相隔4年之後啦，重返就係小型賽車嘅比賽。咁張志豪經驗豐富㗎啦，咁曾經喺澳門汽車總會咧擔任就係卡丁車學院嘅導師㗎。
亦都係蔣文熙細個時候嘅師傅嚟㗎。但係今場咧未能夠完成賽事啊，只係跑咗12個圈嘅啫。咁睇翻頭車啦，兩名嘅車手啊，羅俊傑同埋蔣文熙啦，明顯就係帶出咗㗎啦。咁睇下蔣文熙呢一度啦，翻到嚟直路想話爬頭啊！咁但係咧，羅俊傑都能夠封翻住條線啊！23歲嘅蔣文熙啦，舊年喺 K-Set 組嘅比賽發揮係相當好㗎，咁贏到就係全年每一場決賽嘅冠軍啊！咁佢今年嘅目標都係一樣啦，咁睇下能唔能夠啦就延續呢個紀錄。咁但係今場咧挑戰都唔細啊，一路都係守住喺第2位啦，咁嘗試揾機會咧就係過羅俊傑。咁之後幾圈啦，兩位嘅車手咧距離都係越拉越近啊！咁前面鬥得激烈啦，咁第3名咧都慢慢咁追翻上嚟啊！咁就係澳門嘅女將啊，咁劉詩聯呢位16歲嘅女車手。咁之後蔣文熙啦，咁終於俾到唔少壓力羅俊傑嘅情況之下啦，咁成功就係爬頭，咁搶到就係首名啊！咁變相蔣文熙而家目前排第1啦，羅俊傑第2、第3名就係劉詩聯。咁蔣文熙就越揸越快啊！咁上咗嚟第1名之後啦，就開始建立領先嘅優勢㗎。而羅俊傑咧嚟到尾段有啲立咗啊！咁最後咧第2名都係守唔住啊！咁翻到嚟衝線彎啦，最終蔣文熙以13分30秒996啦，咁最快嘅時間啦完成。咁連續4場啦都能夠就係收穫冠軍啊！咁啊劉詩聯啦就得亞軍，第3名啦咁就係羅俊傑。其實今一場自己發揮就一般般，真係因為一嚟雨地乾地輪住變啦，咁個調校一直不停揾緊啦。咁引擎嗰方面個調校就車隊都盡全力去配合我個feedback 去調啦。咁但係因為對手就換咗個新 engine，咁個優勢會喺度嘅真係。咁但係本身佢都唔差嘅。咁但係去到 final 個策略我就選擇再用嗰套新胎啦。咁佢就冇用到嘅。但係其實去對比嘅時候呢，嗰個優勢都唔係話特別大咯。反而大家都係差唔多。咁但係去到最後就係我又過佢唔到，咁就唯有去 push 佢去犯錯啦。咁佢後尾體能真係跌咗鑊，咁就有少少犯錯，咁我就乘機就過到咯。咁其實都開心啦，因為連住攞翻個冠軍啦。咁上一年就都連續8個攞晒，咁希望今年都可以繼續攞晒啦。方向都係向大車嘅，咁睇下會去選擇去 TCR 定去 F4，因為其實自己個年紀開始上咗啦。咁其實 F4 可能慢慢就會有少少適合唔到，咁就到時睇下今年會係邊一方面有多啲機會，有啲贊助商合作到嘅，咁就睇下跑邊一樣咯。咁之後就睇下本年度第3場嘅小型賽車錦標賽成人組嘅比賽啦。同大師組啦就合組出發㗎，決賽鬥23圈啦，採用滾動式起步。咁有9位嘅車手參賽啊。咁排頭位起步嘅咧就係210號車嘅劉詩聯啊。咁賽前佢連贏咗2場㗎啦，今場咧出現咗小狀況㗎。咁軚盤嘅螺絲就鬆脱咗，但係都能夠繼續啦就比賽。劉詩聯啦經過幾圈之後，逐漸就適應啦。明顯帶出啦，建立唔少領先優勢㗎啦。2、3名就較為激烈，譚振華同埋楊宇彤啦，尾段上演咗一輪嘅攻防戰。咁劉詩聯啦就由頭帶到尾啦，咁成功首名衝線，連續3場奪得冠軍。譚振華同埋楊宇彤啦分別收穫亞軍同埋季軍，而大師組嘅冠軍由李志恒攞到。今日整體都好順利啦，不過喺決賽嗰陣就同技師冇做一個檢查，就導致車輛有啲問題，所以就比較掙扎咯揸得。個軚盤個螺絲個鵝頸啊冇扭緊，所以佢會有啲喐動。其實一上車嗰陣我就發現呢個問題，但係我哋喺個籠裏邊係唔可以解決到嘅。咁我就問技師係咪照常揸得啦？跟住佢同我講係，咁我都照常揸，但係頭幾圈我都會有啲顧慮啦，咁驚個方向盤甩咗出嚟，咁完成唔到個比賽，所以就有啲就住咁。至於 T4 組嘅決賽有5位嘅車手參賽，尹超越12個圈都冇出現失誤之下最快衝線啊，連續3場贏得冠軍。青少年組就有4位車手角逐，徐孝賢比賽中段戰車問題未能夠完成，最終盧建龍由頭帶到尾首先衝線啊，贏得冠軍。馮奧哲同埋盧卡斯高度啦分別排2、3。至於迷你組同埋學院杯嘅冠軍啦，由許漢賢同埋蘇子瑜攞到。
電單車方面啦，250cc 四衝程賽事，歐陽俊以最快完成第2回合15圈嘅比賽，收穫錦標。而150至190cc 四衝程電單車冠軍屬於澳門車手潘健宇。迷你電單車方面啦，澳門車手歐陽志謙就力壓香港嘅余振浩封王。呢段時間先休息一陣，節目第2部分翻嚟，仲有其他本地體壇消息㗎。歡迎翻嚟節目嘅第2部分，曲棍球聯賽繼續進行多場嘅比賽啊！上屆亞軍嘅曲棍球俱樂部以12-1大勝青少年體藝協會，開季收穫2連勝。而體校聯嘅表現呢，就交俾你講下啦，偉。好啊，咁衛冕嘅體校聯啦，同樣延續勝利㗎，憑住林偉傑、陳子斌同埋蕭敏寧嘅入波，以3-2擊敗準會，開季連贏3場，暫列積分榜首位。白衫衛冕嘅體校聯開季第3場迎戰準會，早段李建成有個黃金機會㗎，推過埋門將啊，但係就俾防守球員攔住咗，未能夠將個波送入網。體校聯開季2戰全勝，2場合共攻入13球，並且只係失得1球嘅啫。而準會開季首場亦都以5-0大勝青少年體藝協會。稍後呢一個長傳攻勢揾到李敬峰，但係李敬峰嘅射門就俾許文威擋到。僵局喺上半場23分鐘先至被打破，體校聯嘅短角球，林偉傑一射入網，為球隊打開缺口。1-0亦都係半場嘅比數。體校聯舊年喺聯賽、澳門杯同埋50週年總會杯都能夠封王，成為3冠王㗎。新嘅一季當然都係繼續朝住冠軍進發。換邊後12分鐘，李建成一路推到去底線，再傳俾陳子斌射入，擴大優勢到2-0。相隔9分鐘，體校聯再次把握到準會嘅後防漏洞啊！呢一次係由女將蕭敏寧建功。喺比賽剩低大約10分鐘嘅情況下啦，體校聯領先3球。不過落後嘅準會都冇氣餒，隨後李敬峰接應傳中撞入，追翻1球。準會奮戰到最後一刻㗎，形成圍攻之勢。門前混戰當中，李敬峰再度破門，個人梅開二度㗎。但係比賽時間得返30零秒，最後準會都係未能夠收復失地啊！結果體校聯險勝3-2，開季取得3連勝。之後同大家轉睇下白衫嘅曲棍球俱樂部對住青少年體藝協會。曲棍球俱樂部火速入局，許良基接應傳送快門將一步推入，開波只係4分鐘領先1-0。上季亞軍曲棍球俱樂部開季首戰3球擊敗有樂，呢一場更加係狂數對手。陳家樂同陳鴻發先後破門，再加上許良基之後再建一功，單喺第一節曲棍球俱樂部就攻入4球啦。落後嘅青少年體藝協會有梁志豪補射得手，追至1-4。青少年體藝協會開季已經打咗3場比賽，不過全部落敗。完半場前曲棍球俱樂部再有2球進帳噶，當中許良基更加係大演帽子戲法。換邊之後，佢哋繼續攻，門前撞入嘅岑文俊同許良基一樣，今場同樣射入3球㗎。青少年體藝協會防線鬆散，勝負早早失去懸念。曲棍球俱樂部接連破門，最終大勝12-1，開季連贏2場，兼且送對手4連敗。至於深藍衫嘅彭利來對住有樂，雙方開季未嘗一勝，都爭取打開勝利之門。開賽早段有樂積極策動攻勢。呢一次短角球，梁東海控定起手，但係俾對方封咗。輪到彭利來嘅攻勢，薛家永將個波送入射門區，但係隊友未能夠及時接應啊！半場互無紀錄。彭利來整場嘅攻門次數唔多，不過防守都算係嚴密。有樂多次挑戰對手嘅防線都唔成功啊！門將林希樂作出咗唔少撲救。下半場雙方都係冇進帳噶，最終悶和0-0，各得1分。嚟睇下積分榜嘅形勢。體校聯3戰全勝排榜首，曲棍球俱樂部打少1場，2連勝之下暫列第2，1勝1和嘅一藝排第3，今輪輸俾體校聯嘅準會位列第4。彭利來同有樂就分別排第5同第6，而4連敗嘅青少年體藝協會就包尾。全澳手球聯賽展開，今屆男子甲組有8隊參加，而女子組就有9隊。勁青同埋玉青分別以衛冕嘅身份出戰。
而全澳羽毛球公開賽都展開啦，繼續設有5個項目㗎，其中男單有88位球手報名參加。本年度嘅全澳羽毛球公開賽分成7個比賽日，喺東亞運動會體育館進行啊。咁繼續設有5個嘅項目㗎。關注下男單啦，有88位嘅球手報名參加。黃衫嘅頭號種子裴鵬鋒啦，首圈就輪空啊，次圈對住歐家豪，兩人比分早段都有來有往㗎，一度賽成4平手。但裴鵬鋒啦之後進入狀態，中段啦就拉開比分啦。首局就大勝21比9。羽毛球公開賽除咗本澳嘅居民之外啦，喺澳門就讀嘅學生同埋外地僱員啦都可以參賽㗎。裴鵬鋒啦係今屆嘅男單頭號種子，力爭衛冕啊！至於上屆亞軍嘅梁玉聰啦就係2號種子。而女單方面啦，今屆就有25位選手報名參賽。學界女單冠軍嘅陳巧慧啦喺今屆就會以衛冕身份參賽啊！裴鵬鋒喺第2局都係佔據主導㗎，一度領先10比2。裴鵬鋒目前保持一項嘅紀錄啦，就係以16歲之齡成為全澳羽毛球公開賽男單最年輕嘅冠軍得主。佢喺中段建立雙位數領先優勢。作為全職運動員嘅裴鵬鋒啦，曾經6次喺呢項賽事封王㗎。近年代表本澳啦出外參賽都攞到唔錯嘅成績。包括今個月出戰世界羽聯超級100賽、中國瑞昌羽毛球大師賽。裴鵬鋒喺正賽攞到一場嘅勝仗㗎，擊敗嚟自新西蘭嘅選手，打入64強。但之後就以局數1比2不敵中華台北嘅呂家宏，未能夠晉級。落後嘅歐家豪啦，雖然之後搶翻啲分數啊，但都未能夠同對手抗衡啊。結果裴鵬鋒贏多局21比12，直落2局勝出，順利打入32強。之後關注下新一季嘅手球聯賽啦，都開鑼啦。率先上演女子組嘅賽事啊。今屆女子組啦有9隊參賽㗎，會分成 A、B 兩線進行。每線嘅頭2名呢就會出線㗎啦。另外男子甲組啦有8隊參加，積分榜排名頭4名呢就會進入複賽，再以淘汰方式決出冠軍啊！先嚟睇下呢一場啦，由灰衫力爭衛冕嘅玉清啦面對住清輝啊。清輝上屆4強就不敵玉清，未能夠躋身決賽㗎。兩隊早段打得難分難解㗎。見到入波嘅係歐陽詠霞，佢為球隊啦射入咗7球㗎。兩隊啦上半場打得有來有往㗎。玉清咧稍稍領先就係10比9啊。但係嚟到下半場啦，玉清啦試過連續攞到就係7分㗎。當中黃子晴啦為球隊啦射入咗5球波，一下子啦拉開咗領先嘅優勢啊。雖然清輝喺尾段啦都試過連入5球㗎，但係未能夠一追再追啊。最終咧玉清就以18比17咧險勝對手。之後關注下啦，就係黃衫嘅有樂啦對住全城啊。有樂啦早段靠住陳子慧啦連續係射入3球波㗎。陳子慧咧今場貢獻咗6球。但全城之後就站穩陣腳啊。呢度黃雅傑啦為球隊射入。全城啦喺隨後嘅時間啦打到唔少嘅快攻㗎。呢度啦射入嘅係梁家瑩，今場貢獻咗3球波。至於隊友嘅梁慧珊啦，同樣都有3球嘅進帳啊。再一次都係快攻啊，今次接應嘅係麥淑賢。上半場啦，全城就領先12比8啊。全城今季有唔少啦，上季啦幫助玉清奪冠嘅球員加盟㗎，包括方玉華、麥淑賢等等啊。啱啱射入點球嘅陳佩華啦，為球隊追至12比20。不過全城之後連攞7分確立優勢啊。喺方玉華射入7球嘅帶領之下啦，尾段不斷拉開分差。最終咧全城就大勝32比16啊。首場旗開得勝。至於另一場啦，藍衫嘅華友啦面對住體校聯啦，全場控制住戰局㗎。譚希同陳思欣兩人聯手射入12球，加上馮永瑜咧有8球嘅進帳。結果華友啦大勝25比6，同樣咧攞到就係首場嘅勝仗㗎。最後睇埋本年度室內單車聯賽第1回合啦，喺氹仔東北體育中心上演，設有雙人花式同埋單人花式等多個嘅組別㗎。室內單車聯賽啦，全年就有4個回合，第1回合有超過30位嘅運動員參加㗎。
咁其中單人花式就按照年齡啦，分為多個嘅組別。男子青年19歲以下單人花式有2位選手出戰。咁鄧宇航啦就以58分嘅成績啦，力壓葉樂津，攞到呢個組別嘅冠軍。女子青年19歲以下單人花式方面啦，同樣有2位選手角逐。鄭子喬攞到96.77分，壓過陳意心奪得冠軍㗎。19歲以下雙人花式冠軍由何思哲同埋陳燕希贏到。咁至於參加女子少年13歲以下單人花式嘅關嘉欣啦，榮獲全場最佳表現獎啊！最佳男新星同埋女新星啦，分別由李海成同埋張安詩奪得。咁第二回合會喺嚟緊嘅星期6舉行㗎。澳門婦女體育嘉年華喺過去嘅週末1連2日舉行，活動以唔同形式展示女性嘅健康同埋活力。咁呢項活動舉辦咗超過20年㗎啦，期望喺推動婦女參與大眾體育嘅同時啦，亦都喚起社會各界對婦女身心健康嘅關注。1年1度嘅澳門婦女體育嘉年華今年繼續分2日進行。上個星期6啦，喺議事亭前地舉行大眾體育健身展示大會，邀請嚟自內地省市、大灣區嘅城市同埋橫琴合作區嘅婦女團體，聯同本澳嘅隊伍展示咗多個唔同地區特色嘅體育項目表演㗎。現場吸引到唔少嘅市民同埋旅客圍觀，場面非常之熱鬧。而重頭活動康體競技比賽緊接1日安排喺塔石體育館舉行啊，吸引到超過60支嘅隊伍，近1000名嘅婦女參與。除咗有本地嘅機構同埋社團組隊參賽之外亦都有邀請到內地嘅隊伍參賽。主辦單位每年都精心設計一啲障礙嘅比賽，考驗團隊間嘅默契。活動就係以隊制比賽嘅形式進行，8人1隊。完成咗大會設定嘅遊戲項目之後咁以最快時間到達終點就為之勝出㗎。友誼第一咯，比賽即係贏輸都冇乜問題。但係頭先我啱啱完咗個比賽嘅時候，我見到大家即係完成咗嗰時咧，即係一齊高呼啊，開心咧，就呢個已經係好值得咯。有籃球啦，跟住羽毛球啦，同埋乒乓波，咁就即係等我哋有一個團體力量啊，同埋穩定咁樣行嘅，大家一齊協助分工合作啦，有益身心嘅健康運動嚟嘅。婦女咧好多時候都會喺屋企度啦，咁有個機會俾我哋去出去可以強身健體，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冇錯啦，多啲參與體育運動能夠有益身心。咁婦女體育嘉年華自2003年開始舉辦至今已經有超過20年歷史㗎啦。本地嘅婦女亦都相當積極去參與啊。體育局局長李思玲就話期望活動能夠喚起社會對女性身心健康嘅關注。而婦聯會長劉金玲就希望活動可以持續帶動終身體育、全民健身嘅社會氛圍，並且鼓勵更多女性去參與運動。之後就同大家轉睇下體育總會聯合會舉辦全國兩會精神座談會。邀請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同埋澳區全國政協委員分享兩會精神同埋概況㗎。體育總會聯合會會長馬有恒喺致辭嘅時候就話啦，今年係國家15/5規劃開局之年，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會議為咗推動發展指明咗方向，亦都為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咗重要遵循。佢鼓勵體育界積極推動澳門體育事業高質量嘅發展。體聯作為愛國愛澳嘅團體，將以此次座談會為契機，深入學習貫徹兩會精神，堅定擁護一國兩制，弘揚愛國愛澳嘅優良傳統，團結體育界嘅同仁，積極推動澳門體育事業高質量發展，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體育總會聯合會理事長何敬倫就話：澳門第3個5年規劃，香港首個5年規劃需要更加好咁對接。廣東15/5規劃發揮大灣區動力源作用，而喺去年全運會嘅成功舉辦，認為未來3地可以依託技術條件，深化體育領域融合。未來喺呢方面點樣可以加強粵港澳3地一啲體育賽事嘅承辦，或者一啲點樣可以加強我哋3個地方協同嘅效應，可以將更加多嘅國際嘅賽事
帶到嚟呢邊喺粵港澳大灣區整合地去承辦，去加強我哋三地嘅融合。而澳區全國政協委員林倫偉就話：體育作為國家重點項目之一，除咗發揮競技功能之外，更應作為一項重要產業發展。周邊嘅產業咧都可以成為一個經濟支柱嘅。體育人才嗰度咧，我哋澳門都會有嘅。咁啊，主要係譬如我哋乒乓球啊，或者其他方面嗰啲。咁呢方面嚟講咧，其實都可以通過頭先我哋所講咧，就係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裏面咧，同國家去商量，將一啲優秀嘅體育人員啊，或者一啲退役嘅運動員啊，可以咁樣有機咁入嚟澳門，帶動澳門嘅一個體育發展咯。呢方面。最後啦，同大家睇下由工聯體育委員會主辦嘅全澳工人小球聯賽開鑼啦。賽事啦喺關閘工人體育場舉行，已經舉辦到第71個年頭。繼續啦，設有4個組別，分別係初級組、高級組、中年同埋元老組，一共有124支隊伍參加。其中啦，初級組嘅隊數啦係最多㗎，一共有76隊，分成15組。初賽啦會採用小組單循環嘅形式嚟到進行，積分最高嘅2隊出線復決賽。再以階段淘汰制決出前4名。喺8強階段啦，如果法定時間賽和嘅話，就以互射9碼球嚟到分勝負。除咗元老組係8人制之外啦，其餘3組都係7人制。初級組嘅賽事率先展開。喺首日比賽期間啦，主辦單位舉行咗開球禮。而喺高級組方面啦，上屆冠亞軍康樂同埋聯絡都有參賽。比賽啦喺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晚7點半開始啦，都有比賽喺工人體育場進行㗎。好啦，今集節目時間又差唔多。競見群英除咗星期2晚10點半首播之外啦，星期3上午10點半喺澳視澳門，11點20喺澳門資訊，同埋下晝6點喺澳門體育都會有重播㗎。又或者可以瀏覽我哋嘅網站重溫今集內容。咁提提大家啦，本台今個禮拜會直播亞洲女子冠軍聯賽，記得留意啦。今集節目嚟到呢一度，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